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这个台语词，会当念做诚实，嘛会当念做正实，是完全无同款的意思。诚实是一个名词，是诚恳老实，无虚假。英国有一句话谚语："诚为上策。"这个诚就是诚实，就是不管做人做事，诚实拢是上好的策略，是上界基本的品格甲态度。若正实是副词。华语的真的、真实的，台语讲正实。听讲恁兄嫂互诈骗集团骗几若百万，敢是正实的？我讲的拢是正实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正实的正，物件真好食，你安尼做真无意思。这个囡仔真毋是款，台语字真趣味。搁来这两字，你的台语念做真正。就是华语的真的是，真的是好礼加在，真正是好礼加在，祖公有保庇，互你渡过一劫。真正是额头三笑有神明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诚实、正实，实在真趣味。